我第一次見到個 3D 小提琴我就覺得好新奇啦，因為佢嘅顏色好唔同嘅。我哋正常小提琴最多都係深啡、淺啡或者有唔同嘅木紋啦。咁佢係可以有啲好 sharp 嘅藍色啊，甚至白色啊呢一啲特別嘅顏色啦。佢同真小提琴嘅比例啊，各方面嘅嗰啲手感啊，都係比較接近嘅。咁另外我拎起手嘅感覺咧，就覺得都好神奇喎，因為佢拎落去咧，其實好似一個塑膠玩具咁啦，但係可以拉得奏出嚟，有啲聲音嘅，咁就覺得好新奇啦。比較温柔啦，但係温柔得嚟亦都有共鳴嘅。譬如我哋想安靜咁樣喺宿舍度練琴咧，咁用3D 單人小提琴咧就係一個好嘅選擇啦。低音咧，我覺得佢音色更加類似 bass。中音咧，佢嘅鼻音就會比普通小提琴要重啲。我覺得佢撥其實係比普通小提琴更加嘅能夠有琴聲嘅共鳴喺度。我覺得佢喺時尚同埋流行領域可能好有潛力，譬如可以自由調整顏色同埋身上嘅花紋，嗰啲樂手可以攞啲球嚟襯翻佢嘅音像。想接觸小提琴嘅，但係咧亦都未想話好認真咁樣去學住咧，咁可能3D 單人小提琴就可以用佢哋一啲好新奇嘅外形啊、顏色啊，去吸引啲小朋友去拉啦。3D 單人小提琴亦都唔驚話小朋友掉落地下會整爛啊，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好嘅入門樂器啦。佢可以唔使驚室外嘅温度啊、濕度影響，咁所以可能一啲戶外演出，如果啲樂手係驚整到自己木製小提琴嘅話咧，可以就用3D 單人小提琴嚟代替咯。